吧。这个小朋友，哎，不存在，都在跳。我明天要上学哦，明天星期一了嘛。哎，他跳不了多久，不知道跳不跳，应该要跳。你也开车没有呢？开的，肯定开的噻。那我到罗马去唱哈就过来。你过去都关了。不，他们还是要跳一下耍一下。昨天那个女的，那个深圳那个女的，后来带她，就是我带他们去小城去了。啊，我晓得啊，怎么移动？他专门跑到成都来学。手不全，手。而且手上套到里面了。出来了。好。走哈，好，快点过来。走上哪儿？几点？你要去9点12。你出去来了。你领导去了，你的。这个没必要问嘛，别人上班有什么问的嘛？反正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。下面我看一下。收下。这帮忙播的。我留个好了。姜永吉，他肯定要跳2首就走了噻。阿贼，掐子死，幸福什么？幸福什么？李老师，要不先单跳一个吧？先单跳一个吧。跳那个什么幸福之啥？他2点就买东西去了，我做生意去了。这里出来不了，这出不到啊？门没开。哦。门没开，这里出不来。把玻璃打烂就完了嘛，这边有个门没开。他们那边新开。他们过来不了。对，幸运之父。没开。关了点门。这今天有点雾。他这气好像有点雾。他是报关才行了。这可以了。哪个呢？都是永吉的号吗？只有这个是。那个也是啊。哪个？那个再看个，是说。这亮了就等丽丽的嘛。你看那个这事情嘛，在下面。就用这个牌算了。北京这边嘛，北京这边嘛。哦，北京他那个有个新开的。这边来吧，你那个要进去拉得远噻。这北京有个书店，这个店我看一下。帽子压下来点，压不下来了，已经拉一下。这个位置，要说对嘛哈，对一下哈，对一下，这里对一下，
对不对，姐姐？啊？这里推一下，这哦，美丽。这边都要推一下啊。这个声音是你要整一套嘛？你重庆没那种嘎？这个怕是贵哦，一年上3000。不晓得哦，这个谁知道哦？不一样，羊门。我也不是，我也不是家里面这没必要的，几百的话，我记得可以，几千的话就记不得了。太远了。但我觉得我看不到出去的，我很少看。我在网上看到才17岁，就不行。是的，不是吗？他18岁。乐子。好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跳个那个夜晚夜晚轻轻，那个好看。哥哥，你刚刚提什么包包呢？那边。我来把这个小项目给关了。那天徐峥也是在秘书处上。对，今天我们两个差一点把他给上了，然后他出来了，然后我说我不去了，然后就没上。你不是正主，对不起，我100%的正主啊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老师，这边。房子没挨一点。房子等一下啊。真是正主啊，纯正，纯的不能再纯了。邓宇也会说。哎，又出现那种情况了。有了，这。好理解，对，可以。好了吗？没有吗？不用进去。他说手机太算了。那是价值。要大笑一下吧。我们放2万钱一元的给他，咱有点记不起。要不3万。好，我来吧。这个我也怕是了。没沟通。刚刚我打给你了。心好小。
吧，非常一点点。理解到了吗？椰子不骗哦，身上装饰有。我们在之前也看见看了，应该也看过了就。但是没看，我就看他跟一个是两次的，我但是感觉是2000多块老板上点老有点羡慕了。是的，非常棒。哎呀，不是。我是常回你。你现在给他调手套带了没有？那还一起跳50日元。就这么跳吗？喜欢看你跳舞不行，两会儿跳啊。就这些白好烂。要说了，我和那个这个是看不清楚。试一下吧。那是值得不错。基本上是建议许多有我已经把他拉黑了。哎，
差不多。美女抖音号叫什么？金初，叫金初。还在发的，还在发。好了，发过去了。经常过做吗？没有半年，基本上几个月跳一次。来，妹妹，这个直播间。是的，和英子，欢迎罗马花。另外一个是好眼英子老师。不用，对，是的。关一下，关一下。所以这有味道是你不来就不来，你来的话没啥的。眼拙对。如果每个月有一天穿密室不上肯定会，对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对，妹姐欢迎我好哥。今天我给我看这场他说：“那我马上不跟你说这个唱，上专辑都多少钱了？建议试一下，对，我就去问一下。就是马尔康跟这衣服一样，不是有区别吗？是有区别的，但是这个是马尔康服装，就是阿爸收的嘛，没事儿。金山是另外一种哈。一样。你骑嘛？没事，你去骑嘛。我在这里看一下。马尔康服装就不好看，你骑嘛。
不是马尔康服装，是家路上的服装。对不起，我知道，是马尔康家龙服装，好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不要挑字眼，谢谢。我真的会谢。真的是个，感觉你生活上就是一个那种处处挑刺的那种人。我俩是家长。对啊，那我说是马尔康家龙服装，现在你满意吗？说不定成为这对的两个对，鸡蛋里挑骨头，对呀、我只能打劫取胜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那个一哇那个什么什么，挖苦挖了。一哇强强，李总，李总，但是那个一哇强强那个是哪里的？那个跳一下吧，好好听。哒哒啦哒。基本部分家人那个还一模一样的，对，好的。把它衣服和他们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我以前的包子可以吗？我以前的不可以啊。差不多的样子。音乐都没有都在这里，音乐声音太小了。刚刚我把它拉大了，现在因为刚刚他们跳完了。是四川政府的啊，四川阿坝政府的，还有甘肃政府的，都有政府，四川也有政除了西藏，其他地区也有政府的啊，其他地区政府的。对，这里对，是哪里的？我发上了，把这些当年原来我们现在的原来差不多就是叫什么来着忘了，你去找一下，我给你发嘛。没有啊，第一个不说是阿坝川西的，阿坝川西的川西的。对呀、那我没说错吧？你想是要在这家进来都是阿坝县牧区的，对不起，这个是通用的，那两个通用的啊，不是那个。有什么不知道忘了。欢迎。加绒的也有这样的。不知道参不参加啊？安多对，纳鲁不知道听到。纳鲁吉鲁对，纳鲁吉鲁对。就不用，就那个前面就行了。太长了。纳鲁吉鲁吗？还是纳鲁鲁吉啊？忘了，反正就是那个纳鲁吉鲁对。挺热噻，一直在跳美术。对。天天站，对。
清楚，不一样。木质的腰带前面是方形的，对，都有哈，都有，两个都有。可以开始分享。经济参加不能参加的运行有2次。今天看藏区的厨师介绍，家中让我站在冬天的站在冬天凌乱岁，还有更复杂的，还有很多地方太多了，每个地方的穿起来让你懵逼。这帽子就在头上。这套衣服贵吧？3000，最起码3000起步哈。光衣服哈，没说首饰。这衣服有那么贵吗？听说要结婚了吗？你不要乱说话，老子说注意。巴掌涂上也好看，对，我们今天差点穿过来了，又没穿，因为我说我懒得去了，然后没穿。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再想说，对，这衣服，这音乐我听说过，我没听过。明天该穿8套服装，算了，明天穿的话有点不太好吧，感觉很刻意的那种感觉，算了，不好，这样算了。对，看着很养眼啊。好看，打扮起来太费劲。很养眼的，兄弟们，真的。我怕这样，这样。欢迎大家。新走的藏文化来不及，对，就是这种。是啊，对。一点点。我觉得好。不是那个是说哈，藏文。这个不是那个。对，那个在这种疯狂练跳舞。可以哈。对，是的。这个。男生好，这衣服穿在身上，对，穿起来是1个小时左右。1个小时不需要，穿起来1个小时不需要，20多分钟、30多分钟。欢迎大家。等我来现场看你们跳舞了，好的。欢迎八爷。穿熟练了就好了，就跟我们以前穿康装一样。我以前穿康装的时候，每次都要找李团长帮我穿，后来我自己现在都可以倒腾了，1分钟完成。我家人上5点半就晚上好。欢迎丹少爷，欢迎。好看，打扮起来太费时间了，太费时间。困了，是真的吗？是不是要有眼光才能看懂哈？谁说不好看？哎呦，复杂的衣服没什么好看的词，你肯定不懂啊，因为你是首饰太多了，首饰多，你要戴首饰啊？欢迎大家帮忙点赞这个关注。不能说别人首饰太重了，那这样的话，你至少证明这首饰太重了。那汉子的就跟婚纱上去镶很多钻石那种差不多，全身上下单山镶钻石那种差不多。欢迎拉姆，欢迎用户，欢迎。重量有5斤吗？欢迎幸福起航。应该有5斤的，不止5斤，应该10斤左右哦。还有腰带，藏装很重的，因为藏装是那种羊毛的，手工羊毛的，穿着是不是很重？应该不是那种很重，反正也不轻。家人们帮忙点赞，点关注。对，是铺路哈。我家乡的服装好看是吧？你是腰带是银的吗？是的。
它腰带还有后面就是那种吊着的那些都是银子的，头上的那个也是金子。带的牌子是吧？我这个也看这身上的特务很费劲，只是腰上有点重，它没有问题。欢迎大家帮我们点赞、点关注脚。踝上重，这样有点赞，对，家中正主，是的。深度5公分高中的，对，这是深度拿的地方，它点下啊，点一下。你旁边的假银吧，姐，对不起。你第一，你怀疑别人手势太多，然后我奏词解释之后，你说这是假的，随便你怎么想我旁边的是徐老六。是全是假的啊，你自己也是假的。姑娘进出姑娘，对，解释的清楚。这个人太假了，看啥都像假的。八堂玄子服装和盲康玄子服装有什么区别？盲康玄子服装和八堂玄子服装区别就是，你看我的那个里面，我到时候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八堂玄子服装的话，旁边的是几根？它那个一只袖子不用放，盲康玄子服装的话，一只袖子要放。盲康玄子服装跟这个颜色差不多，但是那个盲康玄子服装八堂也可以穿，它是八堂两边都可以穿的。就跟这个颜色差不多，也是羊毛的。然后八筒的是另外一个，它是绒毛的，八筒的可以是绒毛的。天天偶尔穿这个还有没有？看时间吧，9点多，9点43，9点43。你看这肯定是爸爸是不是？八堂袖子长，袖子长短都可以哈。盲康的也袖子长，盲康的也袖子长的。那就快补上吧。大家冲就是啊，你为什么不穿藏装？一起冲！400多号这个杯。欢迎大家啊！谢谢帮我们点赞，谢谢。啊，那个是啊。这一套有20斤吗？装是15就是。星期日。没有吧？今天12月份第一天。这12月第一天呢。大家小声点，这个音响有点沉着，快听不到。这音响声音太小了。一边有人说这个是主流是吧？这个不至于，我说期待一下。行，那只要没收吧。那我们教练能不能到60万？纯银的，对，7000不行哦。我说的是服装啊，没有说配饰。肯定配饰不值的，配饰肯定7000块钱拿不到，7000块钱，他们两个前面的那么吊着的那个都拿不到，怎么可能拿得到？其他的吊着的那个都要上万。原来都是最好的，有点小，我看那你们就轻点算我。腰带头发不止15000，服装腰带头发音乐声音太小了。对，金珠那个头发是手工的，金珠头上的那个别。它有个 logo 在里面，差不多3多啊，你跟妈说的好，对。我顶你上那个吗？我顶上那个吗？
不是，脖子上戴着的。哦，有点稳呐。你和从他主人家的小这边这边引出去的，真的吗？那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就知道出来。有音乐。不是，我不要。这个是你的吧？你怎么整点找人干嘛？不然的话，刚刚没有地方放。哎呀，小林，你的狗狗呢？啊，那抱过去了。要不要音箱大一点的？放嘛，把音响放嘛，把音响放一个嘛，放了嘛。这要放个音响，这个就打哪个去？哪个去 Q11 ？Q11。Q11，开了吗？没有开。他在练。音箱没有开的嘛？音响嘛，开一下。来了，大音箱来了，这样。你直接把档给几个人就收了，谁个吗？呀。八包年年价。81570。身高有1.75米，原
真的吗？不是10天了，我真的假的？我靠，我就是来不啊，的今天是有点长，太长了。咱们优特的那个是单八的，单八的也跟这个有点不一样。只有拉特和那个丽丽跟这老师刚才的这个字都差不多一样，就稍微接近一点。那个优特是单八的嘛，单八的服装是另外一种。这是阿巴有点区别，有那个有点大吧，但是是加绒的正装的。是一样，都是加绒。我知道都是加绒的。苏拉是安德。那黑水是安多邓图吗？我不知道。是一个肌肉。我不知道，我说我不知道，你脑。哪里是安德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是马尔康的，对对。苏拉是黑水加绒。但是服装也不一样的。这个里面服装也不一样，对对对，而且到这是加绒也不知道，这是加绒的服装。啥子？加绒。这段加绒文化对。咱别让他听我的，我求你了。欢迎把我们联系在这个关注。很漂亮个姑娘，我在看着照片了都要。哇！还没开始。应该是那种这是漂亮的球，对对对，跟漂亮就是漂亮。欢迎罗马。妈妈在旁边，对对，妈妈在旁边。对对对。注意。我喜欢这个墨菲。他对老师没钱，你说他是一个大渣子。谢谢点赞哦。老师没钱。这个左右在直播间里面好像，对，老师喜欢这个，他是看走。我让你跑了这样子。家人们，老师发话了，点赞，家人们。我是把你放出来是吧？这个我小黑人里面有400个人，我找不到你啊。你的衣服等一下全是那个什么？不对，他不碰到，他穿衣服的。
加绒德米格片儿。等一下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现在国在金神光一个扶上就开蒙圈了。马上10点了，还有3分钟。还有人气票，走人气票，家人们。谢谢大家给老师点赞，谢谢。点你就把他们多对。好，这是文化的信息符号。点你就把他们多对起来了。谢谢人气，谢谢文琪。有养金拉姆。没有了吧？除了吧，完了。谢谢老师。这是。喝水，喝水。那你给我吧。给我。10点钟要回去了。我们不要跟他去吃饭。跟你的一起。走吧。这边不能走，走那边，走那边嘛，走巷儿里面那儿有电梯，那儿有电梯，那